邮寄更加是最普遍的名词，许多农民如决心去加入一个友善耕种的理念，更加要用邮寄的方式来种植，自然盘也越来越多的。20年前入做邮寄的人，可能如果受到很大的争议哈。26年前，回故乡南投水里的卢正旭，伊看到安江的故乡被天灾破坏到夫妻马家，都有一个邮寄耕种的想法。不过，伊个邮寄茶无奈好卖，只有转型做民宿。不过，伊个邮寄幕冇停下来哟，为找到营造韩国好嘅环境，上游客来。卢正旭开始同状况嘅农民来沟通，少用农药，甚至无土生产。伊个民宿每同一群农民买农产品来招待游客，大家都有好处，一步步的向目标前进。当日当初石头，南投县水利合团21县顺巷的双文村，就可能到出货盐，同江一系列和批到一系列的馒头的香味。工作人员无停的饮潮，农到转头叫的太早头，爱加几多潮，是将来的日会学的第一件事情。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很高，每一个我的小姐员工来要第一件事情来就是要学这个柴火，要怎么开火，怎么样学这个柴烧这样。加潮唔是千名句的，好潮农落做条度，喺不时的命看那农场结销的，过来看加几多潮。维持农场的本土，馒头有拄好的本土，就会继续发。中国一间馒头店。讲的是要用天然的发法路面来发，每加任何的外必发的膨胀剂。第一年真的蛮惨的。第一年的开店的那个数量、营业额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当地的居民呢会说：“哦，你这个馒头怎么吃起来不会这样蓬蓬松松这样的哈？怎么吃起来这样子那么硬啊不会这样哦。”我说。这个就是没有过度发酵，我们是用老面这样，所以我们用很大的心力去推展这种健康的口感。为了抗击，无论是饭馆，我也条口味的馒头，真好嘅，也无像市面上卖嘅馒头，我按鑊按掉出来食。店头家講，也真係正經食物本地的食。现在可能消费者也有一点概念，我还碰到一个消费者来，讲：“哎，我要看你的芋头是什么颜色。”我说芋头没有颜色，为什么芋头要有颜色呢？这个就是他已经有被一些报章杂志已经有觉醒过了，所以他一问他就知道说，他一看啊，对，你的芋头就是这样子，没有颜色嘛，那个才是真正的天然的食物嘛。一间讲嘅天然嘅馒頭店，開業係蠻兩年，店頭家嘅本業係啲種都嚟做民宿。馒頭本單稱係民宿，當然走上愛食的，因為人客好，就會有人租屋，故所結天各開一間饅頭店。饅頭店就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呈現面了啦。饅頭因為是每天要吃的東西，所以每天要吃的東西，它更關係到就是你每天生活的一天開始的一種養分的開始，所以我就想說，那既然客人很喜歡，那我們就試看看，再把這種健康有機的概念再把它推上來。26年前，本地的銀行是投入的路正旭，因為想到故鄉的店錢老家沒成就，行下都唔掉，都市地都合起的按邊班，就老做鋼琴先生的喜歡活。離開都市，轉到南投水利合，認真係添嘅滿節，朋友都很記按做落伍。我個性是看磨土工，不然管出這個辦公室地位安尼啦，管唔掉就當日吹個冷氣啦吹唔掉因為因一個在山東的攝影，因提講山東的空氣都唔是冷氣，空氣都真好真涼安尼，所以講因都是較關心講轉來嚟山東來打拼。剛轉到水利行的盧正旭，接下阿爸數的茶葉，
不过佢想也想，希望要继续阿爸的方式来讲茶叶。山农药感觉讲，唔错嘅，因为以前阿爸做嘅事情，儿子嘛穷样安尼做，看到嘅虫，然后以前嘅虫穷样模式，唔会团种，还是紧做，还是紧想讲，安尼咁错，农药也用是只虫。环境要改变一定是要有人先跳出来做这件事情。那你没有跳出来做的时候，大家就很茫然、很盲目的就又一直做下去，他没有觉醒。所以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是坚持。我先生刚回来的时候，他是种有机茶，但没有人会理他。不过按样结贴，上海路政局国家的薯条湾松用，尤其呢几样是差唔多係冇市場嘅。佢身上的有機茶根本無奈好賣，為到生意嘅高陽費，結貼溫做配合，設計設計作為日本式風格嘅民宿。因設計較向往了，我做中下嘅想法因想講因中下應該有乜嘅種嘅一個建築嘅一個風格，然後因嘅中下嘅風景較為調和安尼。所以講，我就漸就喺情況，因為我不樣去，戲物嘅形式咧，安尼，甲戲來戲是感覺，安尼可能設計嘛，看起來嘛係講真中意啦，嘛係甲含因兩條嘅環境嘛當配合呢個建築嘅呢個風格。不過作為安貼片嘅民宿，附近嘅環境、三點設計都唔掂。還看唔是講要想迎合來呀。其實我們剛回到這個鄉下的時候，噴灑農藥非常嚴重，很嚴重。那連我們家的住戶旁邊的農田，一大早起來，你就有聞到那個農藥的味道。故所用公婆就開始一粒，然後隔壁鄰舍溝通，希望冇用安毒藥嘅。一直10幾年來，就是跟農民一的啦，慢慢的一家一家的，然後去跟人家講說那你除草劑先不要用再來除草劑不用的時候你農藥就可以簡化慢慢的簡化。無法土講一下都全部改過來啦，就是簽的安尼，所以講當然而且我們講現在條鄰舍啦農民一下子改做有機改但是相當難度很高安尼難度真高細所以講我嘅做法就係講天天嘅因帶人客去田房攞佢觀光攞佢買條菜人客去幾天冇時問講人家就撒農藥嘛人家就用化學肥嘛安尼天天嘅去感染了條農藥本給條馬地講這下都市人，我先買個東西。泥土還有你看我們的泥土都是非常棒的泥土，這樣，你看這樣的泥土咁係省級鐵嘅黃添來，一啲路政區嘅天數盒專項吃困難，尤其講做。我就多方面了解，想說台灣島這麼小，要做有機有可能嗎？後來經過向老五的三哥，他就把我推薦說：哎呀，你就去請那個慈心，他們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來幫你評估。黃添來嘅田區，就算同平人嘅排田用隔壁嘅田區，也都有適藥嘅。不過因為風災嘅關係，隔壁田用嘅藥嘅冇按該比過來。我們這裡白天都是往北吹往南，晚上是往南邊吹北邊，所以我們要做有機農場，當然四方八達的環境都要評估一下。這個風向假如不對的話，你在很遠的地方有人家慣性的噴農藥多多少少會飄進來，這樣就不好。冇用藥嘅農作物項一出現嘅병蟲害，出一味就本蟲嘅食到白白翳。尤其熱天嘅時節，黃添來當日暗晡都喺撲啲田地度捉蟲嘅。不能懶惰，假如夏天的話
这个白蚊蝶是很多，冬天现在就很少。你绝对种菜的时候，每天晚上要来抓了1-2个小时的虫，因为虫一到太阳，它就躲在阴暗的地方，晚上它就出来了。做到咁辛苦，對農民來講冇辦法。窮樣唔食藥嘅，冇用化學皮嘅一句演講，最辛苦嘅係本人燒。都講像因為講嫌係殺錯啦，甲錯一下下冇要本人笑啦。有種唔怕安尼吼，甲土地嘛較鬆，較袂硬啊。盧正旭就講，啲推廣嘅過程度，行下有1到2，嗌唔係專興去樹葉按燒，做標題尤其緊張。長望添來，仲嗌2年，天橋剛開始有好嘅收成。經過慈心基金會來評估輔導以後，我就開始下去種了。種的時候，這個整區都被蟲吃光光，沒有一個沒有吃的，就是吃很大。那時候老婆每天來攏是苦閨蜜，我甲講堅持到底，看要死地哥死地某，咱擴大吹較暗的，擴大吹較暗的就較袂枵，這樣就堅持到現在。轉做有機其實因做痛苦期啦，艱苦期年啦，大部分人磨土忍受了個艱苦期年了，樹葉總小，係講無樹葉，當然就該貼前嗰條叫做痛苦期，大部分人無法度接受了係事情啦。因為安樣，這些種條度按社會有機嘅工作業，行下愛相互昂白交流技術，減少當中嘅艱辛。這像摘這青啊來，青啊過這。我摘嘞。哦。我記講這年你夾青啊，我話摘這這邊要來個下你嘅，咱呢個薑。今年正開始做有機業，1星期2公婆，最貴差比南瓜，談啲田學，安樣做無安慰生草，生事割草嘅。哇，足濟人攏用安尼啦，遮厝邊真濟人攏用，伊這算做安尼會當保濕啦，較袂遐緊焦，閣會當有肥，閣防止草較袂遐個發，無毋知要安怎處理，就人看人攏用安尼。你要請教，伊會甲咱講，像老吳、老三，因這攏有機的咯，攏真照顧你，甲問攏，若講有問必答，攏會甲恁講有驚通照。有驚通照，就安心啊！較袂安尼咧煩惱啦。Go to the kitchen. 當初鼓勵工作人轉去做有機嘅盧正旭，也唔愛見外，見民俗嘅食材，最留一條工作人物買。第二暗部這兩傳嘅經營方式，迎合就算暗部都識得到菜體嘅好食材。你給客人吃乾淨的東西，他有健康的身體以後，他才可以再回流，他還可以不斷的每年來到你這邊這個地方，然後跟你相見，然後跟你有很好的朋友關係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很細水長流的一種經營方式。一刻慢條碟，係大量嘅用菜體無毒嘅食材嚟做，不過就算係同樣嘅作物。大家世界都冇聽出同樣按甜按好食，做出來慢條嘅蜂蜜也冇馬同樣。不過點條格咁樣多花一些時間來解釋，也唔係加一些嘅食品嘅添加物。食材方面當然一年四季它的變化不同，所以有的時候很難，因為有的時候，比如說南瓜好了，南瓜有的時候像最近南瓜它就是顏色不好看。顏色很淡，所以做起來的南瓜呢，那就沒有顏色，然後客人就會 complain， 就說：這個南瓜那也病安呢。有機的就不能噴農藥，外殼黑黑的，會爛掉，但是剝下去每一個都是點呱呱的，就是很漂亮。也係發現，消費者做見本市面好賣，加人工香精的食物也香嘅，唔記得咧食物本來應該有嘅味道。當然啦。盧正旭係我帶民俗嘅迎合，
到有机的农场来看呐，亲身来认识有机的农业。不得啊，好吃，谢谢。像老五民宿啊，他每趟的客人每天几乎都会带来农场啊，看哦什么是环境，什么是有机，有机怎么栽种啊，多了解。我把他们说啊，爱护环境是大家的责任，大家都要尽一分的力量啊，靠一个人讲破嘴没有办法。照哪里啊？要照高丽菜园吗？带人客到田丘度做食农教育，还较有上唔到的好处。像研究本地老王添来桥头主管2000粒有机玻璃菜的番呢，讲王添来种出来玻璃菜特粒的，做理由无爱热。王添来唔点用过晒的时节，卢正旭同一个信息发布伫民俗的农业学，当结的就解决的问题。卢正旭认为用民俗来做对外的管托，同农民听数卖农产品，尤其的耕种人收入就较稳定。天天的也会影响庄度的其他的耕种人。这阵子高丽菜刚要2000多棵要开始采啊，我就把老五讲，老五就帮忙上网，哇，很多人来订，非常感谢老五跟这些消费者。近前10年是在讲无马停通着，那个观念真难。啊，这几年呢，可能嘛是讲咱爱土人客去田方行的次数进来进多咧，人客反映出来嘅问题，农民嘛要天天嘛要感受，安尼，就有3、4届农民，而下是都签入数个改，嘛有3届拿到有机嘅验证。经过20年的打拼。一下卢正旭老有单位理念同样的小农成立了次业农工社，用民俗慢头碟来遵守少数的管托，相互得利，天天的实现有机的梦想。